來關心天氣，這氣象署是表示講，即馬受到太平洋高氣壓的影響，拜一到拜四呢，這天氣攏是真燒熱的，有可能會降到37度以上，尤其這東南部也有可能會來透小風，就要等到這個拜五這鋒面通過，落雨的機會增加，安尼天氣才會較涼快。俗言講，機靈拍車無單，這幾天的日頭赤炎炎，氣象署表示，拜二北部地區、花東縱谷、甲中南部部分的所在，可能會出現37度以上的高溫，東南部也有可能會出現火小風。氣象署提醒民眾愛注意風拍、加啉茶，避免掉山。在北台灣地區容易來到38，中南部地區有35、36，甚至在東半部地區也都是有32到34度的高溫。我們看到紫色的部分，就我們剛剛提到，在包含大台北地區、中南部境內陸的地方，還有花東縱谷這些地方，都來到37度以上高溫出現的情形，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這個溫度的情形了。天氣熱，真濟過路人也選擇日。氣象署表示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這禮拜一到拜四攏會出大日頭。那拜五開始，會有鋒面向南邊移動，通過台灣，各地落盡雨的幾率會提懸。拜六禮拜北部落雨的情形會轉好，不過南部地區，尤其是山區，要特別注意西北風。我們預估鋒面在通過的過程當中，影響比較明顯的時候是在北台灣，北台灣可能會有一些短延時強降雨，甚至伴隨一些局部大雨出現的情形。鋒面南下的過程，雖然它的結構會相對減弱，不過鋒面帶附近依舊是比較不穩定的天氣，包含中南部地區，特別是在中午過後的午後雷陣雨。另外，氣象署也表示，26早起8點，在台灣東南邊的海面上有形成一個熱帶性的低氣壓，有可能增強做今年的第6號風颱。雖然伊離台灣還有一段路程，不過禮拜二到後禮拜一，基隆北海岸、東北部地區、恆春半島都有可能會出現大雨，民眾要特別注意。記者郭友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